的哟，别说那很牛山老师，个姐姐也给了本路上天老师那样，没有那么粗，那当然了，我都是学哈的些呢。现在个姐姐给了本了，没有那么粗哈的，到复工那个路那边，老家不一样的，都有的看见没有那么谁接的，现在到旁边到山那样，要都是了，这样的山大石头，现在也给了本了。现在个姐姐给了呢，都给了谁？那个有进步大呢，跟不了我钱，弄到了我钱那样。